讲师早安，请坐下。副先生、李老师、李任、副理任、各位组长、各位学习大家早安。讲师早安。给大家非常欢喜在伫做的机会，会当来到咱爱上的咱自身的内地殿堂。首先爱感谢咱上天教导一阮所说的方式，师尊师母两位老大爷大恩大德，老师的某大医生，咱真有也万事一个人生会下苦心的计划甲栽培，将使互咱后下有学习了解的机会。大家现在甲宾馆看过去看到大开这么多的熟面孔看到大家这样形成，真是非常的欢喜啦但是呢，欢喜之外有非常的恐慌，因为毕竟咱大家拢把时间，把咱宝贵的时间花出来到咱学堂，咱下下搁在所学生，拢足惊耽误着各位真正宝贵的时间所以嘛是非常的恐慌。但是你徛到遮嘛是爱尽着咱的本分咱讲徛啥物位，就爱做啥物代志既然咱下徛来遮嘛只是讲甲咱下下这段时间的一寡心得，给咱做一个分享嘛希望咱各位真正听听就感觉讲有合有道理，咱就甲捡起来。若感觉无合的所在咱就甲放互过就好因为毕竟咱每一个人看法拢无同款，咱就捡有合的来听。咱共款今仔咱下下用一个题目叫咱做学习，咱今仔要学习的题目叫做时时勤拂拭，佛事惹尘埃。各位知影即句话敢有听过？应该看足侪人拢有听过既然知影有听过即句话，应该大部分的人拢会知影讲即句话出自于倒位。敢有知影即句出自于哪里？咱现在反应还蛮热烈的六祖坛经，各位真正有看过六祖坛经的人，请举起手的咱下下看卖一下。哎，举手，谢谢。看卖无太细的啦但是有听过着做故事的人，请举手一下。做故事。因为有的人无看过大经，但是有听过着做的故事，所以咱下下爱问一下。拢知影讲即首是出自于《六祖坛经》内底啦《六祖坛经》咱拢知影是讲咱六祖慧能大师是咱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嘛。咱下下要来考一下。即句话是啥人讲的？先是我。袂歹，咱下下最惊听着六祖因为咱一直咧讲六祖坛经，在讲即首诗，所以有时拢就惊讲问过来，大家拢讲六祖讲的表示大家拢头壳真清楚非常清楚，无叫咱后学混淆对无？无对，即首诗是出自于新秀大师新秀大师所写。各位真正敢有人有法度把即首诗整首完整的把它念出来？来较条件较大声，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佛事惹尘埃。咱拢听到这边的声，有听到完整的啦咱对，这首是咱新秀大师所写新秀叫做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佛事惹尘埃这是咱新秀大师所写的首偈。那新秀大师伊是在啥物因缘之下来写这首偈呢？咱下下今仔咱大家放互较轻松的，因为咱下下拢感觉讲今仔是要来讲故事。若讲故事，大家就来较轻松来听啦较无压力。那新秀大师是安怎写这首偈啦话说，咱知影新秀大师伊是五祖五祖是弘忍大师嘛弘忍大师伊座下第一大弟子
第一大弟子啊，就是大师兄啦吼，啊，所以就是五祖落来就是新秀大师。那以前咱会啥物修结，咱拢知影哦，较早的祖师，咱拢知咱人吼，身躯咱的生命吼有限啊吼，一日活几十冬的时间，所以讲较老活吼，活到100岁就是足够啊，啊，所以讲几十冬嘛，啊，同款迄阵咱人总有一天爱转去，啊，刀袂使回去传去，哦，刀一定爱传落去，所以五祖一定爱甲伊的刀传落去，所以爱找接班人。啊，要找接班人，咱才会先采找地方。咱一定伫咧咱所有地主内底拣一个上介优秀、上介好的，感觉伊事业上介好，有法度接受，甲咱这个刀继续传落去的。所以讲有一天，咱五祖就要找伊的接班人。啊，就甲伊所有地主拢叫来，讲吼，啊，你即摆各位所有地主，咱即摆家己转去吼，你大家转去好好啊想，用心去家己想，用心去家己体会，家己即几工你所学的，你所摸的，用一首偈，吼，甲写一首偈，啊，你写好来起来互我看。如果讲你写的即首偈若有见性、有开悟，那呢我就甲我的依法传互你，你就应继续来做，吼，六祖的对。按讲话是人人有机会，吼，机会平等啦，吼，咱只要写会出来，有开悟啊，大家都有机会嘛。啊，所以讲了，大家转去吼，来想哦，但是所有的地主哦，拢咧讲，哎呀，这吼，咱拢毋免想啊，咱拢毋免回头来去想啊，这个祖位吼，绝对是传互咱新秀大师兄，因为呢，迄阵的新秀大师，伊是做上师，也就是讲吼，伊定代表五祖去甲遐地主上课，伊已经徛伫讲台咧上课的啊，甲所有地主上课的，所以遐地主感觉讲吼，这绝对是咱新秀大师兄替起的啦，咱大家拢毋免去头壳，毋免想啊，啊想家己病病囝就对啦，这一定是新秀大师，所以大家拢毋想啊，拢毋想啊吼，啊新秀大师，敢若想？伊就咧想啦吼，如果讲我若写迄首偈送给五祖，可比讲吼，我足想要得即个祖位。大家感觉讲吼，我是为着祖位而写即首偈，安尼敢若有所求啦吼。但是呢，如果我若无写即首偈，互五祖看，我毋知影讲我即摆会进来到啥物程度。因为咱拢知，咱若修行人，咱到一个程度，咱拢会想讲，我即摆毋知到啥物境界，咱拢会想要去了解，咱到底有开悟见性无？咱毋知影，必须爱互秘书来印证。所以伊嘛是想要印证看卖，讲伊即摆境界到底有开悟无？所以伊足丢度的哦。啊，伊嘛知影所有的地主拢无想要写，拢家希望寄伫伊的心上。所以各位在，如果咱是新秀大师，咱敢要写？那应该嘛落在两难的阶段啦，吼，是要写好还是唔写好？要写就是讲咱想要对周围为这周围而写，啊无写都唔知咱即摆境界到倒，所以就两难。啊，新秀大师迄当时就落在两难的一个境界吼，要写好唔写好，足丢度的。啊，是不是？伊嘛是甲写，啊就写即首偈，啊当伊写好了，写好啊，要摕互五祖。摕去到伊个门口，想想啊，搁转来，毋敢入去，毋敢摕互五祖。咱敢知咱新秀大师即首偈写了，摕去五祖个门口，搁转来，咱敢知摕几遍？13遍，经过4天13遍，拢送袂出去啦。哦，啊送袂出去，毋是办法啦，一定爱想办法。所以呢，伊只好想一个方法。既然毋敢当伊摕互五祖，那安尼呢，就趁3更半暝，无人看的时阵，就在伊迄个佛寺走路了壁，趁3更半暝无人看的时阵，啊，就甲伊即首偈写伫壁顶悬，爱想讲吼，明仔载透早，五祖来经过吼，伊看会着，伊若讲吼，即首偈写了有够好，安尼我就出来讲这是我写的。啊，若五祖讲即首偈写了无见性，那安尼，我实在是见笑。吼，枉费我修行遮济冬，啊，所以就想就甲写，啊，加讲五祖起来经过，真正有看到，啊，五祖看伊嘛知影讲够见性，
境界拢足悬的，一看就知影这拢无见性。哦，无做一看就知影这是无见性。那伊嘛知影讲这是新秀大师所写，因为新秀大师伫遐留着这个过程，其实伊拢知。啊，无见性，但是呢，五祖迄阵吼，无讲他就讲伊无见性吼，伊就讲吼，各位弟子，咱大家吼爱好好啊，照即首偈来修行。吼，你若照即首偈来修行吼，对你人生是非常好诶。啊，所以讲遐弟子就全部大家人拢去上即首偈就对。那下人呢，五祖就甲新秀大师叫落来，甲讲吼，你诶即首偈其实还袂见性，还袂见性。你当年吼，你搁好好想，你搁好好想，啊，你若搁写来，若有见性，我赶快会甲我因果传互你。但是新秀大师当年搁想无办，因为迄当时伊诶境界就到遮，所以叫他想要突破，已经突破袂开吼，所以伊就无搁继续听经互咱五祖。啊，刷落来，搁出现一个人，因为记得新秀大师无爱无见性，就是六祖嘛。所以真正六祖，吼，真正六祖叫做慧能吼。那是安怎慧能伊会变六祖咧？其实后壁佮继续吼，咱哦，佮小可讲一下吼。啊，因为五祖叫所有的弟子，大家拢持诵即首偈啦，啊，大家拢念，大家拢去念即首偈。啊，就有一天，一个师兄吼，就念，啊念过到后暝，就咱六祖慧能大师。咱六祖慧能大师当初是去拜五祖为师的时阵，吼，甲五祖甲问讲吼，你来遮要创啥？这咱应该拢足清楚的吼。啊，六祖慧能大师就讲，我来遮就是要做佛的，我只求要做佛，其他拢无爱。吼，这咱甲看这个机器有够来的啦吼。啊，所以讲五祖知影讲这个人内力不平吼，特殊的人，啊惊向陷害，所以就叫伊去后院。啊，咱六祖自从伊拜五祖为师了，就开始去后院做啥物代志？破茶大队，8个月，从来拢毋捌来到头前上课哦。咱来想看觅，各位在咱来想看觅，咱今仔日要去学习，要拜师学艺学物件，结果咱一拜师了，老师叫咱去足偏僻一个所在，讲要做即个破茶大队，做即个苦力。拢无互咱上课，无甲咱教，咱敢点会了？哦，咱就较家己想讲无简单吼，讲要继续咧忍耐吼，做即个代志，交我咧学的拢无共款的物件，一点仔拢无甲我教，可能咱一两工就挡袂了。结果咱六祖伫咱默默的点仔做，已经做8个月，8个月哦，200几工的时间哦，非常长。啊，所以讲有一天就听到。师兄经过伊迄个所在，啊，咧念即首偈吼，念心是菩提树，啊，伊听就甲即个师兄请教，讲咱是安怎念即首偈？即首偈是啥物写？啊，即个师兄就甲伊个过程甲伊讲，五祖讲吼，咱大家爱念即首偈足好诶。啊，慧能大师就讲吼，啊那安尼，我来遮遮久啊吼，我拢毋捌去过到头前，毋捌去过前吼，啊，我嘛想要来去。持诵即首偈，啊麻烦师兄吼，带我来头前礼拜。啊，所以讲即个师兄嘛真好心，就甲咱慧能大师家己带伊到即首偈的头前，吼，带来到遐，互伊想要来持诵嘛。那即个时阵，慧能大师来到即首偈的头前吼，伊就甲边仔人讲吼，慧能我毋捌你，毋捌你，咱慧能大师是毋捌伊的吼，伊讲慧能我毋捌你。希望讲吼有一个前某一个前辈，敢替我来念即首偈的内容啦吼，啊，这是道人甲念互伊听啦吼。啊，念的呢，念了啊，咱慧能大师竟然讲，慧能我嘛有一首偈，吼，我想要来写，毋知敢有前辈咱替我写，啊，各位前辈人，咱来想看觅啊吼，一个来拜师学的吼，完全拢无上过课，完全拢无叫老师家己教过咯，只听着人念即首偈，而且伊都毋捌字，听了伊讲我嘛有一首偈要写，各位真诶，咱有啥物感受？咱逐个拢伊诶师兄，咱逐个师兄拢比伊较深，拢学比伊较久啊，结果咱拢想无要写，结果即个吼毋捌上过课诶人，一听着讲伊嘛要写，咱有啥款诶反应？
好属于哪有可能啊？你这个人想过迄个太不自量力的对啦，拢家己起笑啦。讲吼，想过起，就甲讲啊，你太自不量力啊吼，毋捌伊无想过靠紧啊，想要啥过啦。这时阵，咱就说讲一句话，讲一句吼，人惊着的话，伊就讲吼，下下人有上上人，上上人有不义人吼，所以修行人袂使欺师楚学，咱若欺师楚学，咱就无根无量的做。吼，边仔人听者，听着呢，哦，这个人既然有法度讲出即种的话吼，这听着感觉讲无共款，这个人是内力不平凡的。啊，所以这时阵领导是来讲，我来帮你写，真个来讲吼，你若得到，那个对的说吼，你若得到，吼，你第一个爱来甲我读，因为感觉慧能大师所讲的话就是无共款，所以愿意帮伊写，啊，所以。就甲写，各位真人，咱慧能大师所写的经，有人会晓甲念出来无？菩提本无树，明镜也伟大，本来无一物，好自家定。好哦，有真侪人拢有法度来念出来啦吼。嘿，咱慧能大师就写即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也伟大。本来有一物，何处惹尘埃？来，各位真人，咱甲看卖遐，即两首经，倒一首经境界较悬。吼，咱大拢就有智慧的，吼，咱拢看会出来是慧能大师所写的经较悬咯，咱大拢开眼拢看有。其实因为吼，这是较早的代志，所以历史安怎演变咱知影嘛，所以咱知我是慧能大师伊的境界较悬。啊，所以就写出来，把所有人囝看着拢惊着，哇！这个人竟然我都写出这首经啊，无简单。啊，这是个古祖来看着吼。各位知影，咱若是这个古祖，咱是老师，啊，看着两个学生写的经，啊，咱一看就知影讲吼，慧能大师伊经境界较悬哦。啊，咱会做啥物动作？咱敢来讲，袂歹，咱慧能大师有见识，吼，要甲所有传慧能大师。咱敢会安尼做？咱若安尼做，表示讲吼，咱的境界分高啦吼。咱古祖大师吼是非常有智慧的哦。伊一看，其实伊嘛知影慧能大师的境界较悬，但是伊看了呢，伊就甲伊的鞋仔脱起来，鞋仔脱起来哦，手起伊的鞋仔，啊，甲慧能大师所写的即首经会切起来，啊，讲一句话叫做言无见性，嘛是无见性。吼，啊，所有边仔伫遐看老底咧，遐地主啊，看着因老师做这个动作，甲切起来哦，讲无见识啊，吼，安尼这嘛无见识啊，啊，所以大家动作无见识，就一风而散，大家就无去继续伫迄个即件代志用心。那尾啊，咱古祖就去找慧能大师啊，吼，啊，到尾就慧能大师就去古祖遐吼，就甲请过，啊，就传承互伊咯，因为咧，咱六祖已经有见识。所以就甲伊搬传互伊。啊，咱六祖其实咱若有看过六祖大经的咯，知其实咱六祖非常无简单啦吼。要做一个祖师，这经必须爱经过足坎坷一个过程哦。咱想看卖啊，一代祖师慧能大师接着衣钵，伊成为第六代祖，一代祖师，这身份地位是非常悬的哦。但是咱古祖甲衣钵传互咱六祖的时阵，甲六祖交代，你即马赶紧走，得命，爱得命呢，各位真诶，大家讲祖位传互咱，得传互咱，咱爱有生命危险，爱紧得命，咱才要接这个祖位，咱才要接这个得。可足侪人毋敢接啊，毋敢接，但是咱六祖接着吼，爱做走啊，爱拼命啦，咱大汉咱就较想着咱咱大人安尼上论语多好上着。技术人人无求心以害人，有杀心以成仁吼，就是讲，咱真正就较早的人吼，为着要接这道啊吼，伊咱为着这道来牺牲性命，无迄种吼，要为着顾性命甲这道放弃，无呢。但是来到咱即摆叫咱讲吼，为着道要互咱，咱为着要求这个道，要得这个道，咱的性命爱放弃，吼，足侪人毋敢，咱就拢毋敢。啊，所以讲吼。迄实在是真巧
去无共款。所以讲咱着做慧能大师伊我接着了，无做就去带伊倒名，三义满面两个师徒两个三家满面就开始倒名去就甲送去到渡口，甲伊送去了交代就去。那无做转来了呢，就本来讲到关伫房间内底无爱出来，到尾人感觉怪怪，迄问较知讲原来伊我已经传出去啊。所以讲咱着做啥物？大家拢要去抢伊即个仪式，即个过程咱现在就无去讲啊。后壁佫有一段过程非常的辛苦啦。咱讲真正是要得即个座位，要做一代祖师，毋是较了解安尼。嘛是要甲咱考验咱为着即个道，咱到底是咱提升到啥物程度？对道的信心有到啥物款的程度？咱若有100%的信心，咱同学要叫咱转去，提升咱的生命安全率毫无恶化，因为咱有100%的信心。但是咱的信心度若无够，咱就会丢掉。所以讲这是祖师的一个考验啦。所以讲这，咱其他就是要借着这个过程因为咱其他要讲的是时时听佛事，佛事了人爱。咱既然要讲着去修结，咱就爱互大家了解讲，去修结是安怎来，这个过程所以讲，咱就讲咱既然慧能大师伊写的结有这个情，安尼是咱无爱来探讨，本来有一本何处了人爱，咱就来探讨这就好啊。是咱要探讨一个无见性的时时听佛事，佛事了人爱。咱大家安尼想咱平常就家己想因为咱的境界无够啦甲咱讲本来有一本其实咱就还袂到开悟境界，甲咱讲啥物拢无，啥物拢空的咱就听袂落去，咱无法度接受，因为咱境界无够遐。所以讲，咱就爱透过新秀大师的这个过程，透过这个讲修，慢慢互咱这个本性显出来，这个修行这个过程讲修修到尾啊，互咱这个本性会当显露出来。然后咱新秀大师哪有见性？咱现在即摆人去甲讲，咱新秀大师，因为咱平常嘛是看过着做大经，较早嘛是去看着做大经，咱着做大经看了，咱嘛是对慧能大师、交新秀大师这个过程，咱就感觉讲，新秀大师无见性，境界比慧能大师较低，慧能大师境界较悬，所以变成第6代祖师。咱对新秀大师就没有印象的。咱尾仔咧研究这题目咧处理这题目的时阵迄个发现讲，咱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啦因为在迄当时慧能大师是南嘛伊在南方传道，新秀大师在北方传道，所以在迄当时有一个称号叫做南能北秀南部是慧能，北部的是新秀大师。新秀大师到底为谁？咱就要感觉讲，咱新秀大师到底为谁的？只是讲，伊写去修结，迄当时伊还未开悟见性，但是伊尾仔嘛是有开悟见性，嘛是有成。那新秀大师咱袂使大家拢听着讲新秀大师其实无优秀，咱就要证明一下扳回一城。其实咱新秀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修行人。新秀大师伊非常的有慧根，伊在10几岁就出家啊，10几岁啊，一个少年家伊就出家去修行，伊经论经书满腹的经书，足百就对啦。那伊到了50几岁的时阵，较去拜五祖为师，所以这段过程伊已经拜足侪师，到50几岁才拜着五祖为师，在五祖门下咧修行那迄当时去修行的时阵，慧能大师8个月破3大堆，这8个月新秀大师这代志拢做过，慧能大师无做过代志，伊嘛拢做过。所以讲新秀大师迄当时所做的这苦力，所做的遐工课，无比慧能大师搁较少，甚至比伊搁较侪。做足侪不为人知的一寡工课拢做过，到最后他成为迄个座上师，一人之下。称霸人之上较到这个地位，嘛是经过伊拍拼努力所来的。咱新秀大师到尾境界有偌悬，咱知？在迄当时是东调，东调。咱知影咱中国
是迄个帝皇，吼是皇帝上界大嘛吼，啊大家看到皇帝是哪甲皇帝跪，甚至讲咱目睭都袂使直接看皇帝，咱目睭看着皇帝吼，咱就向抬头。所以讲，大家看到皇帝拢爱跪的，那你当时的皇帝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啦吼，武则天迄阵做皇帝，那武则天迄阵是幸福的。幸福非常幸福的，所以呢，伊就要去请一个周书来做国师，还得去请新秀大师，因为新秀大师足有名，要请伊做国师哦，大家想看卖啊？要做国师这是无简单啊，非常非常的无简单，所以武则天就去请咱新秀大师，要邀请伊来做国师。那当武则天去请新秀大师的时阵新秀大师向着南方伊向南方，就甲武则天讲你哪会无爱去请伊？你哪会无爱去请伊？还佫会再来，伊希望武则天去请啥物人？对，请惠灵大师嘛，因为惠灵大师伊是伊我的传人啊，所以讲你若要记得请国师，那你应该去请惠灵大师，你哪会来请我啦？那武则天他毋知，伊嘛知影讲得理迄个惠灵大师的形象，所以皇帝就甲讲我请过，我去甲请过啊啦，但是你都无爱啦。咱有读单经就知影咱惠灵大师是无去的吼。你讲伊就无爱啊，新秀大师就讲袂要紧，我替你请。所以新秀大师就写批互惠灵大师甲惠灵大师邀请。结果惠灵大师敢有答应？无啦，无答应啦吼。惠灵大师安怎甲回批呢？咱以咱即摆的话来讲惠灵大师的意思啦就甲讲迄要去皇宫迄个所在要做国师是爱受班人的朝拜啊这我是迄个南方人，咱也知影伊是甲调嘛甲调就是烦，较歹叫做烦啦用做惠灵大师就是迄个闪闪摆摆无讲足好看的一个形象啦。伊就甲讲伫遐爱受班人的朝拜我即个形象歹看，你较好看，你较有班，你是好的。所以咱感觉伊是咱新秀大师伊是一个非常重在的人当然，以即摆的话来讲，伊叫做高富帅。官，伊个富是讲伊足好业，是满腹经纶北来足百的富，佫缘投所以就惠灵大师就咧甲伊回馈所以由此咱会感觉讲如果讲咱来看两个人新秀大师交惠灵大师，伊两个为着要接这个座位，拢是啊结嘛为着要争这个座位，咱会感觉讲伊两个感情敢会好？袂好啦咱拢知影咱两个相见一命交二命，感情敢会好？一般拢袂好，拢是死对头，因为两个拢是要争第一名，感情绝对就无好的。但是新秀交惠灵大师虽然讲因两个无做伙斗阵，因为惠灵大师接到伊搬了就向南嘛就无做伙啊。但是伊两个人有一句话咧讲：知慧能者，莫过于神秀；知神秀者，莫过于慧能。所以因两个虽是王见死去，但是因两个是惺惺相惜，因两个是互相拢足珍惜对方，拢非常了解对方的，毋是交咱想的两个死对头，毋是。迄是咱以凡人的心态去来看，但是因两个是开悟的人伊交咱咧想是无共款的。所以讲，咱新秀大师，伊个有一个足无简单的所在，就是在咱五祖弘忍大师伊规方进前，伊对咱新秀大师的评价非常非常高，因为拢五祖把道传互惠灵了，踮在五祖身躯边，毋是惠灵大师，是新秀大师。咱新秀大师无因为咱五祖无把道传互伊，而怨恨伊，无。伊有缘尽修着一个做弟子的本分，搁在五祖的身躯边，奉台五祖到咱五祖完整归空，完完了，
咱新秀大师较离开即个所在去北方传道，敢有简单？无简单，真正是无简单吼。啊，所以讲咱着咱嘛是安尼去家己学习了，咱哦，原来吼，咱对新秀大师即种错解的、误解的，讲咱哦，伊比会着较含较低着点，其实人做偌济咱毋知，人付出偌济咱都毋知，咱跟不上他一点点的好嘛吼。所以我想咱新秀大师也写一首歌，因为伊是一个非常认真拍拼的人，伊逐工拢伫咧时时听不清，吼啊，所以到尾会叫我着去着成就。咱如果讲咱即个工夫拢无要做，咱讲要一跃而上，直接来到本来无一步，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咱无即种的根基啦。啊，所以讲新秀大师伊最后时时听不清，到最后的目的，也是要达到本来无一步即个境界。所以是共款的，目标、目的是共款的，只是方法、过程无共款而已。但这过程是交咱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系。啊，所以讲咱的根基无相关，所以咱就来学习